好，我哋繼續講立志。立志。呢個影片係專門拍俾修正統法門嘅人睇嘅。如果你唔係信佛嘅人，呢個影片係唔太適合你。好，我哋繼續講立志。立志第三樣嘢就係要敦倫盡訓，弊邪傳承。喺格言聯璧或者喺增廣賢文喺菜根譚裏邊都講到，以孝律身，出將入相都做得妥妥停停。呢個孝字係最大功德嚟嘅，最大功德嚟。印光大師都講過，一個人最大嘅功德就係教好個仔女。所謂教好嘅仔女，意思就係教識佢因果報應嘅道理。咁呢個人大個之後就唔會做壞事，專做好事。相反都係，一個人最大嘅罪惡就係唔教好仔女。佢唔知道因果報應，咁佢大個就會任意妄為。有才能嘅就禍害社會，冇才能嘅就害咗自己。我跟住講第四樣嘢。第一樣嘢係信因果嘅道理啦，第二係相信輪迴啦、生死嘅。第三樣嘢就係要敦倫盡訓，做好自己家庭責任。第四就係信願念佛。信願念佛喺佛法裏頭最特別嘅法門嚟，佢係等覺菩薩都要修行嘅法門，所以話係最上乘，亦都係最容易修。劣根下劣眾生，唔係應該話忤逆甚惡嘅罪人，臨終念佛，發信願念佛，一樣可以往生極樂世界。所以係印光大師嘅講法，就係一個徹上徹下嘅法門。佛喺未成佛之前，靠呢個法門去成佛；佛喺成佛之後，就靠呢個法門去度人眾生。呢個係一個佛法裏頭最殊勝、最特別、最偉大、最容易修嘅法門。如果唔修呢個法門，去修其他法門，例如話四念處，冇辦法現生得到解脫，冇辦法喺來生得到解脫，喺無量世之後都冇辦法得到解脫，因為我哋凡夫就係冇辦法靠自力解脫。喺佛法嘅時候，喺佛在世嘅時候，因為人根殊勝嘅關係，呢個係印光大師講，因為殊勝關係，修其他嘅法門都可以自證解脫，但係沒法唔得。我哋呢個時代唔得，所以一定要修呢個淨土法門。歷代嘅祖師，無論係律又好啦、禪又好啦、教又好啦，祖師都係歸向念佛法門，歸向淨土。所以大家知道呢個法門係千經萬論、處處指歸嘅法門。我哋見到世間唔信佛嘅人，但係都努力做一個善人嘅人，呢種人都唔多。
啊！但係同佢哋相比，以世間嘅眼光去睇啊，我哋係遠遠不及佢嘅。但係以佛法嚟講，我哋係得到嘅果報啊，係最最殊勝，因為可以往生。